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，也洗清我到无罪，以弗家己知我的过失，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，求你用无切草洗我，我就清气；求你洗我，我就比洗较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，咱闭内心做一个真正的奴仆，伫上帝面前来等待主耶稣第二届过来。伊来的时阵是要替伊看到重要的物件，毋是要替咱看重要的物件。伊来的时阵会问咱讲，伊交托互咱的，咱有做好，因为加交托互谁，伊就要甲迄个人给提。感谢主。我们要常常存着喜乐的心，因为那个是我们的良药。我们没有这个喜乐，我们的灵魂会枯干。谢谢大家。随某到即马，我伫10月佫倒转去，互我 primary 甲才看医生。伊讲你需要个 second opinion， 我讲我免，我若去我就得买啊，得买所以，我讲我毋免啦。我到即马，我感谢，真正感谢上帝听他，甲大家也伫境外吼，虽然也伫境外。会听心有法带倒，真感谢。所以好像老跟病是一个 package 吼，伊都爱照单全收，这是咱的 life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好像困扰我的问题，是一个真
真无受到的谈话内面，我若像有得到这个上帝来的应许，这我是感谢。真正是想讲，要来甲大家说多谢一点。因为阮负责人拄好满88岁的生日，过无几日，突然平安过去。伊生前得到大家的这个好的教会，伫这个教会有当时来一只甲大家相做伙，安尼真多谢各位，我无要讲真济，迄日这个安息礼拜，有真济咱的会友。大家甲阮三角安尼感恩的礼拜，真多谢。愿万项恩典的主上帝，就是捌伫主耶稣基督内底调领，得着伊永远永远的伊，伫恁暂时受苦了后，家己要互恁招全、坚固、勇健，管能归伊到代代。